咁息口咧就啱啱都分析完啦，咁有一個新聞咧，啱啱留意到咧，可能好多人都冇留意，原來美元指數或者大家可能叫美匯指數都可以嘅。OK，咁今個星期咧7月4號嗰個新聞出咗係咩咧？OK，原來單周咧跌咗0.5%接近。OK，咁創咗4個月以來最大嘅單周跌幅。咁其實跌0.5咧都好誇張嘅，即係好明顯咧美元咧，即係可能通脹預期頭先講有機會回落，有機會可能係減息個週期又出現，所以美元都弱咗嘅。咁美元弱對於我哋有咩幫助咧？咁大家都知啦，香港係聯繫匯率啊嘛。OK，咁如果美元弱，香港就跟住弱。咁匯貨翻咧，如果你弱美元咧，有個好處就係第一，大家都會 feel 到可能未來個減息週期係會再出現啦。咁減息週期出現，如果真係減息嘅話，OK，咁按揭利率就會下降，咁供樓嘅承接能力就會高咗。OK，咁呢個係貨翻啲人入市意欲自然提升啦。OK，咁第二，OK，美元弱咧，資金咧就流向一啲新興市場或者估值比較低嘅資產市場。咁香港其實而家同呢個歷史高位嘅樓價都仲有2成嘅水位嘅，即係同歷史高位。咁加上北部都會區15/55規劃係啦，咁同國家對接。OK，咁變咗我哋香港嘅經濟咧睇落去咧係一定係越嚟越繁榮嘅，越嚟越向好嘅階段嘅。咁加上弱美元咧，對於我哋本港出口 OK 同埋旅遊咧有競爭力嘅。咁即係好簡單講句，如果強美元嘅，我哋嘅貨幣港元就對其他貨幣為之低啦。咁變咗我哋會可能去日本話好抵喎。OK，等等。我哋調翻轉咧，如果我哋強美元強港元嗰時咧，人哋嚟到使錢就覺得好貴啲嘢。OK，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咗啦，單周跌咗0.5%，即係如果繼續向下嘅話咧，我哋係弱港元咧，即係佢哋其他國家嚟香港消費咧，就會變得低水，變得平啲嘢，咁都令到佢哋增加咗佢哋個消費意欲或者嚟香港旅遊等等啦，會幫助咗零售飲食即係個正循環係啦。咁加上如果港元貶值嘅話咧，資產就好大機會升值㗎啦。OK，咁所以近呢幾日個股票市場咧都氣氛都好咗啲嘅。如果比翻5、6月係啦呢個情況咁，所以樓市你見到上次分析過億元以上成交咧6月份20宗，5月份得7宗嘢。OK，咁至到今日咧係啦，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 OK 都有成4、5宗嘅1億元以上嘅一手成交。咁所以今個月好大機會咧同上個月相若，或者甚至乎更多。如果1億元以上，即係20宗左右嘅可以達到。咁所以成件事咧，其實雖然成交量少，好似氣氛爭少少，但係如果你理性分析翻成個局，究竟而家係減息週期定係加息週期？而家係強美元定弱美元？咁可以放翻你嚟緊置業或者未來資產配置嘅部署咯。咁今日就去到呢度。咁主力今日分析咗咧息口同埋呢個港元係強定弱嘅關係啦。咁希望幫助到你置業或者幫助到你分析市況，睇清楚個真實呢個市況。咁今日講到呢度，咁下次再同大家分享。多謝大家。